大家好，我係人生博士啊。今次由我嚟為大家介紹咩係預設照顧計劃，等大家認識佢多啲啊。預設照顧計劃係一個持續嘅溝通過程，當事人喺仲有決定能力嘅時候，同屋企人或者醫社團隊預先討論，共同制定個人化嘅醫療同照顧計劃。討論預設照顧計劃總共有4部曲。第一步係思考，當事人可以思考對未來健康嘅變化，對治療同日後照顧嘅期望。下一步係溝通，將自己嘅意願同信任嘅屋企人或者醫社專業人士分享，亦都可以交流照顧意向背後嘅價值觀。溝通之後就可以記低當下嘅意願同埋諗法，甚至係訂立相關嘅法律文件，例如係預設醫療指示。最後一步係回顧，計劃可以隨住身體狀況同埋處境嘅改變而作出修訂。預設照顧計劃總共有5個範疇，分別係人生回顧、晚期照顧、醫療決定、財務安排同埋後事安排。咁嘅話，盡早規劃同溝通有咩好處呢？當事人喺討論過程入面持續溝通，可以了解自己同埋屋企人嘅意願，亦都有更加多嘅時間選擇同埋執行適合自己嘅照顧安排，從而提升到晚期生活嘅質素。對於屋企人嚟講，因為有充足嘅時間溝通，可以幫到佢哋減輕面對生死抉擇時嘅壓力同埋困難。而對於醫社專業人士，執行當事人嘅照顧計劃嗰陣，需要跨部門咁合作，預早溝通可以俾相關人員較容易執行當事人嘅意願。趁自己仲有能力嘅時候做好準備，為晚期同埋不可預計嘅將來做出規劃啦。